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有时间嘅欢收看5月11號中嘉台電新聞，為提供國內外旅客更加方便優先嘅服務，市府甲旅行社合作，將整下公車、高捷、伴手禮等觀光產業推出1天加2天嘅電子票證，讓遊客用上佳優惠、輕鬆佮價團方式來勝騙台南，預計7月份上路。為何更加多國內外遊客知影台南的水比台南的歷史文化甲美食小吃所吸引，成為旅遊的選擇？市府甲旅行社合作，將推出公車1天加2天算透透的電子票證服務，不止整下公車108條路線，更結合高捷甲伴手禮等觀光產業。市長形容這款智慧旅遊，嘛將台南發展觀光樂園的目標邁進一大步。大家比較常聽到我講文化首都，或者是低碳城市，又或者是科技的新城，可能比較少聽到我們談到觀光樂園，也是我們這個城市的目標啊。把整合台南市的交通，伴手禮、住宿，還有古蹟，整個把它集合在一張卡裡面啊 ，One Day Pass 或 Two Day Pass。也就是說，我們把它邁入了智慧旅遊這樣的境界了。目前該卡預計7月將正式發行，對1天行程199塊到2天行程249塊起跳。市府表示，甲現在一卡通或是悠遊卡無同，而是設定觀光客類似國際卡的概念。其實這個 Thailand Pass 它其實就是一個國際性的國際旅客的旅遊商品，意思就是說，你一旦買了這個 One Day Pass 或者是 Two Day Pass 之後呢，你在台南市內不管你去哪裡，你都不用管票價了，你就只要是刷這一張卡，你去哪裡都可以，都沒有限制。那我們現在目前 One Day Pass 是199，Two Day Pass 是249。那這樣的價格呢，包含就是全大台南地區，所以你不只是在市區之內無限次的搭乘，包括你如果想去關子，你去東山白河或者去北門去七股吃海鮮，你也通通都可以利用這一張 Thailand Pass 來做。那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國際遊客的城市的一個商品，就是如果你可以想你去東京啦，去紐約啦，你大概一到那個城市，你的做法就是買一個 One Day Pass， 然後在這一天你就不用管說從哪裡到哪裡多少錢，因為跟平常的旅遊商品譬如說我們現在使用的一卡通或者悠遊卡的不同是都是單次計費的，那所以你在其他的城市裡面，你幾乎一到都要先查票價，有沒有？我們都要站在那個捷運的那個前面一直查說到底這裡到哪裡多少錢。那現在如果使用這個，你就沒有這個問題，你就是拿出這張卡，就是去哪裡都 OK。未來這不只是一張卡，嘛是體驗台南智慧城市旅遊的第一步。電新聞管制郭博義採訪報道。議會的機會上由市府進行地當過後的專欄報告，其中桂林幸福大樓東區台地市場2棟建物依照補償條例標準，對每一個受款人補助50%。對此，議員王嘉珍認為，不應該設定限制標準，應該多方面來評估，讓受災戶感受到公平對待。相對桂林幸福大樓東區台地市場2棟建築物，依照台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土地條例的標準，每一個所有權人補助50%，相關無超過150萬。議員王嘉珍質疑，既然是來自民間善款，那你為什麼閣要用50%的標準來作為補助限制，讓受災戶感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善款是很充裕的，是，那當然應該要有一個標準，也不是說我說你該補我100%，我就該補100%，你應該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對。可是如果善款很充裕的情形之下，你用一個衡量的標準去設定哪一棟受災戶該得到多少補償，那樣子就 OK 了。你為什麼先要設一個所謂的上限？讓大家覺得好像我的痛苦不如為冠痛，我得到的安慰補償就應該要少一點嗎？當初會設定50%，有一個想法是說，因為超過50%的話，就變好像是市政府的
对那个事情的部分就超过一半。所以那因为这整个事情是天灾，这不是市政府的因为行政的措施的失误或种种的补偿或者赔偿，并不是，它是一个补助。议员王家珍认为，地震灾补助的标准无应该先设定门槛甲限制，建议应该用建筑物受损情形，也即是伤亡人数等等的部分来个别评估。台湾新闻郑山林跟采访报道。另外，议员陈一定表示，地震过后为主体虽然无达到红单甲黄单的危险标准，不过建筑物也是有持续倾倒现象，希望市府会当协助鉴定。2月6號地震的震災捐款總共有41億元，到5月6號為止，執行的金額只有5億元。議員陳一定在大會上質詢副市長曾旭正，在受災戶租金補貼、汽機車補助、災後危險建築補助等等7個計劃項目，如果全部支出了後，到底會存多少錢款？我們到底目前執行的金額到底是多少錢呢？全部到目前為止，是說支出了嗎？對對對，已經支出了，就是目前是這個就是到5月6號哈，剛剛有報告說我們每一個禮拜都會合計一次，就到5月6號，上個禮拜五的部分是5億1710萬3865。5億哈，現在到目前為止已經實際合了5億哈，那我想我們善款還有40億哈，那。我們這邊認為，這7項都支出完畢之後，大概還會剩下多少善款？因為還有那個土壤液化的部分比較複雜，那部分還沒辦法精算出來說到底那個怎麼會要支付多少錢這樣。那現在這邊以這邊的計算來看的話，就目前的這些項目哈，如果全部核實支完的話，大概10多億啦。同時，議員陳一定指出，有一寡無達到黃單甲紅單標準的建築物，本身也是會繼續去一邊。那安尼是毋是會當申請鑑定？對此，公務局長未來也是副市長的吳宗榮表示，建築物去一邊並毋是單純用目睭看就觀察會出來，必須經過專業技術鑑定，才有辦法確定。而至這部分，市府也會當來提供協助。台灣新聞鄭山林跟採訪報道。地震過後，因為未少主體受到土壤液化影響，確保到達到黃單甲紅單的標準，所以議員區里里在議會為相關住戶敢會當申請災害補助來發聲。不過因為副市長並較表示無法度補償，毛議員批評該項做法根本就無符合社會公平正義。2月6號地震過後，台南部分地區也出現土壤液化現象。議員區里里在大會上質詢副市長曾旭正，對着這個建築物到底是要採取修復，也則是重建。議員區里里指出，親像文和街等所在受到土壤液化影響的建築，不少人厝內攏出現泥漿、土卡撲出來的現象，不過卻無達到黃單甲紅單的標準。質詢副市長是不是會當申請災害補助款？很多的那個房屋內部事實上是不堪使用，但是它經過建築師公會的評斷，它既不貼紅單也不貼黃單。那像這種他們如何去提出救濟？因為講坦白的，那無地當伊的厝無問題嘛，好，那變成說你除非是全倒、半倒或是傾斜，我們才有辦法去處理。那對於它內部，它雖然它是龜裂，可是它是龜裂的非常嚴重，它是地表整個隆起。那這一種的，應該有可能摕到這個災款。依現在的規定，我們就是說依照營建署公布的那個去鑑定的那個標準來做紅單、黃單的判定啦。是。那如果像以議員剛剛舉的例子，如果說真的是經過這樣的專業評估，它還是沒辦法達到黃單的標準，以現在的規定就真的是沒辦法補助。議員區里里認為，若是無法度受到災害的補償，那安尼就無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建議市府會當依照定情的個案再做檢討。台灣新聞鄭山林跟採訪報道。謝謝解說員，是真濟學校攏會推出的教學活動。現在北區公所為了讓導覽更加活潑趣味，在行政宮的大力贊助，將結合布袋戲紅愛培訓，成立創新的小小解說員。
以后就是一面导览，一面让布袋戏，相当使人期待。来自丽人国小的小小解说员，人伫手中布袋戏红仔，虽然是第一摆经验，不过古锥趣味模样已经成为主播的焦点。而这嘛是北区公所结合行政局，要将解说员甲正统布袋戏红仔结合，以后就是一面走读，一面看布袋戏来导览顶北方的宗教文化。虽然有的听无台语，甚至人起来做生的，不过拢展现高度兴趣。我觉得用布袋戏来表演比较有趣。有趣的，比较活泼，对不对？而且他的动作很写实。会觉得学起来比较困难？不会。会台语吗？哈。会。要学布袋戏来解说台南市北区的古迹。会觉得比较有趣吗？会。我一定会我想要用布袋戏介绍这个北区，然后我一定会认真好好学这个布袋戏。为什么？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因为我想要跟别人介绍我们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一定会认真学。最主要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想说要怎么来推我们正北坊的这个文化啊，然后用我们小小解说员在地扎根的方式来做了。那这个结合这个木偶会引起小朋友的兴趣，他们的记忆可能会比较深刻哦。那这样子以后那可以讲的归我们的这个解说员的这个工作会更称职啊，这是我们起初的想法这样。当然，为了让小朋友甚至行政局的当干事拢来参与这份在地，除了有高度奖中剧团来赞助。会中嘛特别请来民政局专委陈基南，嘛是实施宗教文化甲走读导览的前辈来传授，相当精彩。当气候，遥感秋水寒林多，风吹过过山摇动，电闪星奇哟，日月光。哇！未来伫培训以后，布袋戏仔拢将行出戏台，甲小小解说员做伙行入社区来导览，嘛相当使人期待。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汽车哈，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日到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加冠团庚典礼5月11号举行，总共248位护理系学生参与，向前承担护理人员的职责。特别的是，今年也有9位来自大陆学生首次体验加冠典礼，深受感动。加冠传光典礼是华裔学生实施进前相当重要的仪式，象征这个学生要正式承担着护理人员的重要责任。每一位老师拢详细替学生戴上帽仔，典礼温馨隆重。我们中华呢医师科技大学护理系成立到现在48年，那我们今年举办1年1度的加冠典礼。那我们的那个加冠生总共有248位，好，那其中还有9位是那个陆生研修生来这边。那我们的那个邻近的我们的学生的就业率非常的好，也在邻近的很多医院担任主管。
好，那我们学生的就业率，还有他们的在临床业界的表现非常好。那今天是加冠典礼，我们也期望给这些加冠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勉励，还有我们的一个老师在透过这个加冠的过程来当做一个经验的传承。加冠仪式过后，伫咧护理系主任黄惠子的引导之下，由老师甲学生以互相传承的方式，互一个小小的垃圾会照光了整个礼堂。当时因也伫遮宣誓，要做好成为护理人的责任。这个典礼也有9位中国大陆来学生，因来体验到两岸文化的不同款，也体验到两岸教学的差异。在我们那边学业会比较紧张，就竞争压力会比台湾会大，然后台湾的学习化比较轻松，相比大陆，就好。对，然后这边老师互动比较好。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每一档拢培育护理的人才，除了教育专业的技能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教导负责任的态度，甲遵守职业道德的心，互较侪优秀的医疗人才投入业界。咱新闻网找采访报道。另外，对着照顾心理健康的家人疗养来讲，目前护理人员除了临床医疗以外，嘛积极结合资源加入社区服务，虽然增加因甲照护员的工作量，不过专业的付出加全方位的贡献，嘛互因得到南丁格尔楷模的肯定。所以今年嘉南疗院得到护理师年度大奖的南丁格尔楷模，拢一一上台接受院长颁奖肯定。对着家院来讲，除了以成为大台南民众第一选择的心理健康促进作为使命，伫护理界之间，嘛以改变的动力，对心开始作为号召。希望护理师不只伫临床医疗服务，嘛结合地方资源，加入社区推广心理健康促进。今年我们主题护士节庆祝大会的主题会特别定在改变的动力重新开始，主要是强调说，现在医疗体系的整个改变，我们不能只是在临床，精神专科、卫生护理呢，也要走到社区去服务更多的人群。那也秉持我们精神专科医院心理健康促进的一个发展，希望重新出发，把心理健康做得更好。伫所护理南丁格尔当中，有2位入院也未两档的陈淑瑜甲陈淑欣，除了是难得的双生姊妹，更可贵的是2个人互相扶持甲鼓励，伫急性精神病房服务，双双得到肯定，核算新人楷模，非常感动。到那个医院的时候是觉得非常陌生的环境啊，而且也觉得这边的流程很生疏啊。但透过单位的临床教师啊，有流程就是很好的流程教导我们，然后再加上学姐细心教导我们，让我们现在工作就是可以一起适应，然后又觉得就是工作很适应这样子啊。2个人一起投入这样的，就是可以互相勉励啊。因为有些其实学姐的方式好，但是我们2个又是很新，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勉励，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可以跟学姐不一样，或者是可以做出一个更创新的方式来照顾病人。对。会中嘛透过患者感谢文章加摄影作品的呈现，传播正面的力量，和这群辛苦护理人员会当继续传播这份护理之光。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新台举办第10届越南文化周，会中包括文物、美食的展出、越南舞蹈表演等等丰富的文化活动，嘛，互咱在地这些学生体验到越南的风情。亲像传统的越南服装，用轻松的态度，趣味的跳出当地舞蹈。一寡来到新台读册越南学生，持续举办越南文化周的活动，至今已经第10档，因将要伫5月13号、14号，互更侪人了解越南的文化。有传统美食、传统游戏，还有就业座谈会。传统美食是有那个猪脚面线，然后粤式八宝冰，还有咖啡。游戏的话就是独木桥，还有跳绳。5月14号表演晚会是文化主题是桥梁，就是从不管我们越南在哪里，每个人都心连在一起。如果是在越南或者在台湾，我们都会手牵手度过一切的难关，然后度过就是团结努力完成一切的事情。
充满越南特色的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参与，搭建起越南甲台湾的友好情谊。台南新闻1号采访报道。南管伫台湾当讲是上古早音乐之一，即摆南管音乐家王欣欣受邀请首出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演出，嘛希望为观赏者带来心灵的平静。新兴南管乐坊由南港音乐家王欣欣所创立，创作过真侪融合古早甲现代南港乐曲，伫南港乐界非常有分量。即届受到台南市政府的邀请，伫2016台湾金展系列当中演出，为大家带来此岸彼岸这出戏。剧中以观音大师作为主题，唱出观世音导人救世精神。今年非常荣幸又再次带着我们的此岸彼岸到了台南的这个文化中心来做2场的演出。那此岸彼岸其实呢，我们用的此岸呢是人间的一种祭典，也是南管非常传统的春季的节目。那我们把它更精致化一些，那请了非常专业的导演吴树军老师，他是北艺大的舞蹈系老师，然后也请了非常专业的舞者来做你们看不到的舞蹈的动作，所以是非常的内敛。不管从舞台，从它的音乐性，甚至跟其他的舞蹈结合在一起，其实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叫做唯美啊，唯美。那就诚如刚刚我们司仪所讲的。真的会让很多人为之惊艳哦。南港音乐剧《此岸彼岸》5月14、5月15号2天，将伫台南文化中心完整剧场演出。其中5月14号的票已经被抢买了，15号迄天的票也剩无偌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向永华文化中心管理科查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地将准好，现在是雷雨天气，温度25度到30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各位在和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Some nigga in it, take a sip, sign the check. Julio, get the scratch. Harlem, Hollywood, Jackson, Mississippi. If we show up, we gon' show up. Smoother than a fresh car skipping.